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意权阿权妹，今日祝福大家情人节快乐！因为今日是9月7日初七，牛郎同志五家的众生而来共下而来相飞的故事。今日节目当中，要同大家来分享嘛个喏，要陪大家有甜甜蜜蜜的感觉。故事要同大家来分享捧糖哦，细细嘅嘅来分享。今日节目底度有请到的来宾来分享对苗栗来嘅六港农场嘅陈春婷先生分享。哦，大家好，我是来自苗栗桃园的陈春婷，今日带领我捧的来听大家分享我捧糖的故事。得啦，风格大变，带点捧的来嘅呀，它顺风有鬼熊的嗡嗡嗡嗡嗡的声音，笨蛋嘿，很甜蜜氛围的感觉，瞬间要有一点恐怖片的感觉，一面来顺风就是一群捧的。对，就一群捧诶，呀，唔系天师级的什么荧幕什么不是哦，呀嘿整身嘞，呀它就嘿一堆捧诶，都挨个顺风，还发出那种嗡嗡嗡的声响，对不对？今日嘿人春听过特别老捧诶带来，因为今日要同大家来分享嘅捧糖。那其实，Andy 市面上有看到很多种捧糖的种类，有那个什么，百花蜜啊、荔枝蜜啊、牛年的捧糖啊，东东你就会想到讲，捧糖就捧糖啊，我手头会到底要买哪一种呢？嘿唔嘿，今日怎样要做嚟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大概会把蜂蜜分成3个种类啦，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百花嘛、荔枝跟牛年。好，那原则上会看消费者他食用蜂蜜的习惯，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大家都会说蜂蜜要加柠檬，对，一般人都爱用生。我通常会这样子用比较学术上的说法，就是说，如果我们喝蜂蜜的时候，会加柠檬，好，那我会建议大家选择的是百花蜜跟荔枝蜜。哦，怎么该弄？因为百花蜜跟荔枝蜜里面，它们含有天然的果酸，你吃起来就是酸酸甜甜安有。哦，那我们再把柠檬嘎落去度后，味道有接近的感觉，就是刚刚好。哦，不会说有很强烈的这种冲击感，它就是很刚好。那可是我们的这个牛面，龙眼蜂蜜呢，我们要喝的是它的香气。哦，好，所以你如果在喝香气的时候，我又再加了柠檬，2个会竞争。所以我通常会跟消费者说，你要喝蜂蜜的时候，你如果加柠檬，习惯加柠檬的，那就买百花跟荔枝。特别是百花，那你如果是直接喝，或者是你加在鲜奶里面的，就是龙眼，增加它的香气。你今天帮我解惑因为我头摆就想讲，我爱放酸的，我应该爱前面的清甜的。我觉得牛年的捧糖就是甜上加甜，我觉得我就是要选它。结果我一吃就吃到，奇怪，怎么好像那个柠檬的精油酸味很重，对，但是牛年的甜蜜又等冲，对，就有一点点互抢，会竞争，对，就像你说的，所以我说我今天被解惑了。就是说，因为而且其实要跟消费者说，其实龙眼蜂蜜近年来是越来越少啊，所以其实大家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思考，说百花荔枝，其实因为你喝如果会加柠檬，就是选择这2款，就是刚刚好，酸酸的尾韵，就像恋爱的感觉。情人节快乐！我今天是刚刚看到这一箱蜜蜂，我有想说，我是不是穿错衣服？因为应该鬼神全部就会发，耳环也是花，我很怕它等下飞出来就跑来叮我这样子。不会，它今天飞不出来。哦，今天飞不出来，真的哈哈。骨头太嘎，恭喜不是谁？我们今天很单纯的就会爱同太嘎来分享甜甜蜜蜜的捧糖，对不对？那因为按用这个挑选的方向，大家就可以有一个方向去找了，对不对？唔但像嘿，去甲买，去甲用，也还讲送本人啊，送本女朋友，没错，就可以照着他的习惯来通某 Q 用品中的捧糖。没错。那大家每一种都有不同的味道。那就像刚刚纯婷狗有讲的，懂印度懂中医拿来老捧糖加嘅柠檬嘛，对不对？啊，加柠檬加起来以后就某 Q 用嘅米线，啊，唔过大摆就会来切柠檬，来研柠檬，其实是有一些很麻烦的事情。没错。所以今日 TPA 有一罐当 TPA 亚蛋糕就直接下的柠檬豆蛋糕。对。亚一罐看起来就是跟捧糖共用，没有什么两样，形状都是都一模一样。但其实有小巧思在里面。对。
它这个应该说，如果以现在正常的这个卫福部提供的这个规定，它应该说它叫做含柠檬蜂蜜。含柠檬的蜂蜜，对，它不是蜜蜂采集柠檬花朵的花蜜哦，是我把柠檬的原汁加到蜂蜜里面，然后我再经过所谓的低温的浓缩处理，把多余的柠檬的水分抽掉，所以柠檬现在里面是含有柠檬原汁。这个好适合我，因为爱懂姜酸。如果是很多柠檬原汁的那种，我会觉得太酸。但是它就像带有一滴滴的按用雷蒙给香蜜，然后还是很好喝的这个蜂蜜水。这是你自己研发的，还没有看过哎？应该说，因为我本身是做学术领域出来的，我在我的博士后的阶段，博士后研究阶段，主要做了许多的产品开发。那我们都会觉得去外面大家都是卖蜂蜜，泰港都卖蓬桃。那卖来卖去，泰港昆庸嘛，那到最后会沦陷到一个说价格战。那我的想法就是说，我也回乡创业，去给它做棚哎。那我觉得我出去外面展售的时候，就是希望说，我可以跟别人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对。所以我说，那我就加柠檬。其实我还有一个是加青梅的。还有青梅的，只是因为青梅量很少，因为季节问题，青梅比较有季节性的问题。你就用那边呢，对，我是今年刚好有遇到一个青农，他有种一些青梅，我就去他那边采回来做了一批而已，也量不多，大概只有40瓶的数量。哇，对，真的很做限40瓶的数量。但是我觉得按用嘅产品真嘅懂 TP， 一般都不会，你真嘅冇办法看到。当然，我们实景做好，博士好。有冇都難地有唱到要按了解棚嘅博士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還有按創新嘅產品，還有另外一咧，它是用蓬桶做的抹醬，對，然後它的顏色是按用乳白色誒，亞黑用板做的，它還是蓬桶嗎？它還是蓬桶，它也是蓬桶，只是因為我們知道蓬桶有時候我們每次消費者在使用的時候都勾董的時間。它會結晶，然後大家就這結晶吃起來沙沙的，沙沙的，然後就是我們養蜂人，很多人都說是養蜂人餵糖造成它結晶，其實這個是一個很錯誤的說法。它其實蜂蜜會結晶是一個自然的物理性狀改變，尤其是荔枝蜂蜜特別容易結晶，所以我就讓那我的想法是，你要結我就讓你結。就讓你結，我只是順水推舟讓你結，那我只是運用一個所謂低溫熟成的技術，然後它就可以把它結晶變得非常的綿密。這就是我想問的，因為一般烏卡嘅蓬桶結晶，因為浮起來其實小結構等到蓬濃，其他的沒有同太好的分享。對啊，這個蜂蜜結晶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結晶它就是沙沙的，我好像真的只能把它磨吐司。你剛剛試到兩個這個結晶的抹醬，它非常的綿密，它就像奶油一樣它是超滑順的耶。所以這個也是我今年剛好有接一個農委會的一個青農創新加值計劃，那其實我就把它取名叫做綿密，好好吃哦，它就像牛奶糖的那個口感，我覺得它也很適合拿來當情人節禮物。這個其實我有陸續的，其實我比較有想法，就是說把它開發成一些，其實是應該是蜜月的禮盒，因為其實它其實真正的在學術上的定義叫做結晶，就是愛的結晶，然後它可以開發成小罐的，做成那個蜜月禮盒。這是商業機密吧？你快替天師當狗公。不會啦，我覺得這個養蜂產業其實沒什麼機密啦。哦，真的。如果像我會回鄉，其實我就是喜歡跟大家分享。我求學經歷，我學到了什麼？那我也希望把正確的知識跟觀念教導給所有的觀眾或者是消費者。其實純情狗，加布卡笨蛋唔咩血棚誒，我們睇下可能就會鬧到血棚誒，可能布卡斯推就一次啲嘅血棚誒可能接手繼續做唔過純情狗唔咩，加布卡其實係州茶誒。加布卡州茶對。我是州茶第6代。但我後續我沒有繼續從事茶葉這一塊，畢竟因為我離開家裡，就是從大學去外面念書，就沒有在家裡幫忙州茶的事情。那原則上18年，讀書，讀博士，對，那原則上已經對做茶當然會做，那只是
那是很基本的。那可是它里面一定会像养蜂，一定会有它的技巧在、技术在。那方面做茶技术我就不了解。啊，唔过你对蜂的懂了解，甚至还味道蜂的，人家博士论文就会写蜂的，对，写蜂的同蜂糖。对。哇，然后就真都没有你来做呀蜂的、育蜂的。育蜂的。对，一开始几多箱，育到呀下几多箱。来转来不卡一开始育27箱。哦，这么精准，27箱。因为我是开一台小发茶去载蜜蜂啦，一台小发茶其实基本载的量就是27箱，所以我对这个数字非常的熟悉，就是27。我们每次就是啊一台车就27，啊都压哈。现在目前为止大概在90箱的空间之内。配按到的哦，有看到呀哈，看到天使的蛋糕嘅相片，就喺春天嗰也去捧嘅有按到相。其实有捧嘅啊，韩国同捧糖有关的东西，有当到韩国同大家来分享吼。先休息一下，等下做到节目当中继续同大家讲哦。大家又真的福起来咧，我係仲要劝阿喬妹，今日係七夕情人節哦，同大家講情人節快樂。阿喬妹嘅節目當中就要來同大家分享甜甜美美嘅蜂糖哦。剛才有講到吼，今日嘅來賓春天哥佢係博士，你的博士論文就會寫同蜂糖有關係。對，故說當然地有請來節目當中，當然咪會請同大家分享一條專業嘅知識，同大家來分享。比如講，像按用一根蜂糖買轉去按貴，尤其係按多年來蜂糖越來越貴，買轉去屋卡可能冰冰啊，有可能其實也蜂糖。係快鐵咧，啊唔過識唔出來，看唔出來。故說今日呢個福氣片呢啲，就係請春天哥同大家來了解一下，按用慢看蜂糖有變質冇，佢有快鐵冇，因為其實食起來都係甜甜嘛，又識唔出來，對。好，我現在大概稍微跟消費者介紹一下啦。好，那我們從最原始的，因為有時候很多人就是說，朋友送我一罐蜂蜜，对，我朋友跟我說這個新鮮現採哦，可是有時候對新鮮現採啊，或者是什麼我不卡起來香的呀，我就因為那個量其實非常的少，在很少的情況下，一般外面的所謂的蜂蜜的這個濃縮廠，它是沒辦法幫你做所謂的去除水分這件事情。要去除水分，对，所以這些都有去除水分，這些都已經去除水分，所以說正常新鮮採下來的蜂蜜，它的水分含量大概落在23到25之間，但每一年會不一樣，要看當時候的氣候條件。好，如果越濕熱的環境，它的水分含量就更高了哈。那可是大家一開始收到這一罐蜂蜜蜂糖，就覺得啊，這個朋友送我的很棒，我一定要好好的珍藏哈，然後第一先會發現一個問題，他又很怕螞蟻進去，就鎖得特別緊。不應該嗎？不應該哈，因為我剛才講，它的水分含量很高，對不對？那這個時候裡面會有一些所謂的耐糖性的酵母菌，它會持續在裡面作用。酵母菌在繁衍的過程中，它會產生許多的二氧化碳。所以你可能在開，然後當想到你要喝的時候，我再把它打開來，它就有這樣像開汽水一樣，這樣。那這個時候其實它就已經所謂的發酵，這樣是表示發酵了。它已經發酵，而且你打開聞會有酸酸的，然後帶一點酒味。那也曾經聽過一些消費者說，因為它就是鎖很緊嘛，那我們這個是玻璃瓶，你可能遇到可能在生產過程中玻璃瓶可能有一些瑕疵的。聽說過有直接炸裂的，天哪！就是整罐就因為它氣體總會有一個忍耐的瓶子會有一個忍耐的限度嘛，等它真的受不了，它就整個爆炸。怎麼辦？我家有一罐屁起來酸酸還有酒味嘅，那原則上它就已經發酵了。所以正常來說啊，我們蜂蜜在保存，其實我的說法可能會跟大家比較不一樣。其實很多人都跟你說蜂蜜不用冰這件事情。其實蜂糖愛冰唔愛冰。是看消費者自己，給不給冰起來會結晶。對，好，那如果我們可以接受
蜂蜜用挖来吃，或用挖的来泡，因为以前我们的蜂蜜都是用倒的，对，倒在水里和一和就开了。对。可是今天来本一来，它会结晶，它会变成是固态的，你就要变成用挖的，因为有些人没办法接受这个习惯的改变，那如果你没办法接受，你就放常温。可是你如果可以接受的话，你就把它冰在冰箱里面，因为它是一个保鲜的作用。冷藏的话，保鲜。冷藏是保鲜，其实冷冻是更好。可以冷冻。可以冷冻。冷冻不会又结晶吗？不会，因为蜂蜜适合结晶的温度是13到14度，最适合结晶的温度。可是我们冷冻是负0下以下，那只要你的不要一直去开关你的冷冻库啦。如果你常开关，你的温度还是会有高有低嘛。对。原则上你如果是一个冷冻库就放在里面，原则上它是不会结晶，它只是会变得非常的硬，像麦芽糖一样。然后也不会结冰，也不会结晶，都不会，因为它水分如果正常啊，就已经浓缩好的，你放，因为水分是20嘛，它不会结冰，它是不会结冰。所以，而且有一个重点就是，还是如果你要放到冷冻库，会建议你用那个塑胶瓶去。因为玻璃嘛，它热胀冷缩，有时候会不小心就一样嘛。如果做的比较有瑕疵，它就会裂开来。所以我的说法会跟大家有点不太一样。哇，长知识哎！不过我们就会谈无穷用人的无穷用意见，大家自家来判断，或者是自己来尝试一下，我觉得也不错。因为感觉某周我没有听过冷冻这个做法，然后你看我没冷冻，然后我就获得一罐发酵的膨筒。其实按用发糕跟膨筒严格上来讲，它其实就变质了。它叫质变。质变对，就不能吃。果然是博士哎，变质跟质变不一样。你实际上大同小异啊，大同小异。就不能吃了嘛。对。所以故做天司机头前呢，大家好，迄讲也不卡有同来共用，譬如有一些酸酸，还有一些酒味大可以来会啵给发，大家就唔好再个生牙膨筒。对，那我也会跟消费者说，蜂蜜不要囤货。好。不要说今天老板很便宜，我就买了20瓶放在家里。蜂蜜不会越囤越香，它只会越囤越没有营养价值。所以今年的蜂蜜今年能够喝多少就买多少就好，明年要喝再买新鲜的就好了。对。哇，原来按呢，故说希望大家都来学一下，无穷用嘅讲法，要做啲自家调整一下，也系讲吃开哪哦。还讲基本嘅唔谈枪，爱同大家来分享膨筒，还有那个咧当到有膨嘅啊，膨农场都会有嘅产品，很多膨嘅花粉。然后呢，基本嘅看到呀花粉，就像讲花粉就花粉啊，冇想到基本嘅花粉还有本口味哦。这个我现在手上的花粉是什么口味的？这个是属于山棕。山棕。客家叫山棕哎。给做手衣的咩？就是以前人家做雨衣那个蓑衣的那个一种植物啦。这也是我今年才发现的。它会有什么味道吗？其实山棕那快发在时间啊，那个它清晨开花，那你走在路上，尤其是那种产业道路的时候，如果带一点微风的话，整条路都是很带有那种花香感，而且它闻起来其实有淡淡的那种花香。其实我就是今年我说我今年发现，我其实说这几天好像花粉量很多，我就试着收看看，就收下来然后我卡周茶，所以我们要拍茶那个设备，那我就想你要开发给客人，你要给客人吃，自己要先吃过，所以我就在先拍看，吃起来口感也还 OK， 那我就去收了。那你这个真给，因为我现在只吃一种，我只能从我的回忆去判断，好像跟我之前吃到的味道不一样。食起来有多一些的清香的感觉，但是你有比较其他无穷用的花粉，真的味道有不一样。原则上每一种花的那个花粉吃起来感觉都不一样。哇！那其实台湾最常见就是茶花粉，茶花粉吃起来可能就比较偏硬。茶花粉。你看到的样片是这个棚内采集花粉回来，那个像拖鞋子一样它其实就是它是一个花粉采集器，它花粉采集器上面有一个一个的小洞，其实那个小洞就是为了蜜蜂量身打造。你看我们现在它那个小洞，蜜蜂的头、身体都可以过，可是原则上它脚上的2颗花粉是多出来的，所以会被我们直接把它刮下来，
放在它下面有个抽屉，直接被我们收集起来。好厉害哦！它就像是脱鞋子一样，对，行落去啊，用蛋糕给用 Q 花粉就掉下来，就掉下来。所以就是这样子采集我们的花粉，对，然后采集某 Q 用给发粉，对。然后真的每一种都会不一样，每一种吃起来口感都不一样。像如果我以我月份来安排好了，最早的如果以每一年开始，最早大概就是3月的所谓的枫香花粉。枫香花粉吃起来又特别的甜。枫香是一种枫树，好一种枫树，它的花粉就特别的甜。那接下来就5、6月这个散棕散棕吃起来就是它的香气比较清香。那接下来到了9月底10月初就有盐肤木，盐肤木也是算是蛮高档的花粉。哇，盐肤木其实它是一个地区，它一个我们所谓的先驱植物，它其实一个开垦过之后，它很快就长出来了。那原则上它的花粉吃起来非常的酥脆爽口。酥脆，还会特别脆，对，它会酥脆爽口。那它的口感就跟这个就不一样。哦，那它原则上它是一个原住民的一个盐巴的食用盐的一个来源。它开完花之后，结果果实上会有一个雾状的蜡面，雾状的物质，那主要是原住民的食用盐的来源。那接下来可能接下来到11月可能就有油茶。哈港以那个油茶酥懂豆，尤其是苗栗三湾这个区块，油茶非常的多。那其实我也是一开始我是执行也是农委会计划，我去收油茶的这个花粉。那其实也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我去帮他们授粉。孙沙我帮他授粉，所以像去年他们就在打电话说，你好好来不用棚的嘛。比如说，今年的结构率懂后，你正好不用1年。他是想说他要试看看是不是因为我去放了。所以是去年放风啊？我前年，因为油茶是前一年，它10月开花嘛，国庆左右采收完开花嘛，然后放，然后隔1年的国庆左右再采收。他说他去年就采得不错，就叫我再去放看看。他想看明年的结果率是不是也会跟着提升，如果有的话，他是希望我就是一直长期的，就是去他那边收粉，顺便帮他授粉。对，收粉跟授粉，因为棚会天数车不会搞乏嘛，会让他们授粉，然后这样子大枝的量就会较大，就会较好。古时候你看棚细细个棚对日常生活当中有安泰嘅功能，可能睇下就唔知哦。还有当中内容会同大家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進來。我们今天的主角，今日非常嘅榮幸，做得同亞雄鵬一起同框上節目。家下也同春婷哥講，現張提醒其實鵬對日常生活當中非常嘅重要。迄個今日冇任何嘅鵬沒有這些產蜜的蜜蜂，沒有這些大自然的其他的泥蜂，甚至其他的蜂，但是這個自然界的生態鏈會受到非常大的影響。沒錯。故說家都唔單槍提供好色甜美嘅膨筒以外，要對全球環境非常嘅重要，大家好好來愛護它。那亞雄鵬咩係春婷哥特別今日帶來現場嘅，其實你1年之間，剛剛有講到1年唔單槍會數花粉，其實當然青春就會數膨筒，數膨筒就係在等一茶剛剛講一茶27箱，係嘛？27箱，我去到當到蔬菜類數膨筒，也可能幾多年係數嘛嘅花，唔過當然就會上去問熱天一個時節就係無花嘅時節，那嘅花就無，嘅春天講人嘅膨筒會生嘛，人嘅膨會生嘛嘅喏。來練下啦，這個天氣熱的時候，就是所謂大小暑的時間，外界的都不會發動 sale 啦，所以我會把我的蜜蜂帶到壞筍一標。壞筍有
为什么？大家都问来讲，你带去海巡啊，澎湖要什么改海巡，那有嘛海巡啥也挺陡啦哦。可是其实那是因为可能大家对于这个环境植物的一些不了解哦。因为我带去附近的居民，我就问他说这里可以给我放吗？他说这里哪里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对啊。他们那其实现在原则上现在是所谓的红树林，还讲为水笔仔啊，水笔仔咧，它都会快发。你下快发，你下世界的快发，大家咧看到，前面的走成去把棚场拿出来，它里面那个亮亮的，那些亮亮的都是红树林的蜂蜜。这个是早上海边带回来的。对，从海边带回来的。哦，你没有你给海笋吗？中南海笋带转来，带转来的，它就是吃，目前它就是靠水笔仔来喂养它。对。啊，亚的棚筒会熟起来。不能像我数啦，可是我觉得这个量没有达到我能够收它的标准，所以我可能会让它继续累积，那继续存放，那可能会到当小暑之后了，那海边的这位所谓的应该咸丰草跟下公家，哎，这价要快发啦，好坏顺人家下公家咧棚筒又特别大，哦，所以可能就让它混做一批，当做所谓的百花蜜来做贩售了。然后如果有的话啦，可能就这样子做采收。哇，也没想到年了呀，海笋的水笔仔也可以是蜜源植物，也可以对。应该还没按多年按永州，对不对？海宽最近越来越多了。最近越来越多。对啊，因为我会跟大家分享，大家都会去。其实这样也很好，它等于说是一种喊它接群碾菜吃盐给风范，对不对？它其实更还原大自然的方法，即便我们现在是在养蜂，但是用很接近大自然的方法来放养它。那刚刚纯体狗有讲到，你这样13年可以一台茶27上棚，给其他给应用改善哦。我们其实是有一个团队，那这些团队其实我们都是同个学校毕业的。就是宜兰大学毕业，其实他们都是我的学长。那也当然有另外一个是我的社区大学的学生。好，那原则上我们就是大家都是小发财，27箱，大家都是27，当然可以稍微再多一点，可以再到33。好，那原则上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弯工啊、换工啊。这边先做挨，大家茶就来用来木卡，用来捧诶，3台茶、4台茶，来捧诶，全部贴好，然后栽下去，栽咖呢，吼。那隔一天，阮喷盐诶，买又去喷盐木卡，捧诶栽去咖呢，爱用菜，爱用粥啦。我们是一个换工的一个模式，互相合作的感觉，因为大家都共用又捧诶，然后还可能可以互相交流一下，互相帮忙协助，因为大家都是要请人嘛，那请人不如就是找自己最熟识的同伴伙伴来做事情。对，要安补条摘出去哦。对，安补条摘，因为那你要等到蜜蜂回家。对，我还没有回家，把家带走了。对，你如果白天在外面，还会有一些所谓蜜蜂在外面可能透生呢，还没回到家，就这样不堪用五间呢，它们就会乱飞。所以我们通常都是晚上的时候把蜜蜂载出去。好可爱哦。对，一定要等到天黑把门关起来。对呀，给我们一堂纯挺安有很生动的分享，然后又带一熊棚诶，呀，他家的还在嗡嗡作响，有没有？就会知道对棚诶嘅了解，一种喊卡豆，咩唔会按养棚诶。其实纯挺狗呀，他们当年心底嘅分享，是搞好多嘅知识，韩国咩啲呀，沙其太好来搞东西，搞内容，对不对？搞嘛该东西，搞嘛该口场。那其实我就是教大家，其实这个东西在都市的时候，其实很常听到，就是说人家讲城市养蜂。每个台北的松山社大啊，或者很多社区大学，他们都会开一个叫城市养蜂。可是苗栗算是一个乡间呐，所以我的课程不叫城市养蜂，我叫田园养蜂乐。好，因为我们比较多农地嘛，所以我们叫田园养蜂。其实我以前在宜兰的时候，就是叫田园养蜂乐。回到苗栗社大，我也是取叫田园养蜂，其实就是教大家一些最基本的。你要怎么去养蜜蜂？你要生产东西，你要先学会养蜜蜂嘛。你要采花粉、采蜂蜜、采蜂王乳，你都要先学会我要怎么把蜜蜂养好。所以我教他们最基本的养蜂的一些知识。对，好，那也会教大家我接下来我会养了，我的病虫害要怎么防治啊？什么季节我需要注意什么事情？对，那其实也喜欢到
一些国小啦，对我看到有小朋友教他们一些食农教育。其实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有这个护唇膏啊，或者是让他们体验，就是怎么 DIY， 他们可以自己 DIY 做，我都让他们自己 DIY 做。哇，就是让他们做完，让他们自己带回去。像我们看到的这个蜂蜡，其实懂得是因为你那个爱漂亮的这些保养品啊，护唇膏、护手霜啊，还有是香氛蜡烛啊，全部就会这个蓬莱的蜂蜡做的，对不对？用蜂蜡，蜂蜡只是其中的一个小成分，那用它就是最天然的东西。那最天然的东西，因为你要把它插在嘴巴上面，越天然是越好。对，而且除了这个教育之外，刚刚有看到声音呢，有拿的一个标本，这很惊悚哦，超大只的，这个蓬莱有我的大拇哥这么大哎，这是什么蜂？这个是养蜂人最怕的一种虎头蜂啦。这个为什么最怕？这个叫中华大虎头蜂。原则上，你如果一不小心可能让它接触到你的蜂群或蜂箱，可能三只这个所谓的中华大概就可以灭掉1箱蜜蜂。这样是1箱？1箱是8片。那这里面2片而已。哦，3只可以灭掉1箱蜂哎，对，这么凶。它其实就是因为蜜蜂，其实蜜蜂本身它也是一个，我觉得啦，蜜蜂也蛮好斗的。明明知道自己打不赢，还要去送死那种概念。因为它只有1针，它就死了。对，那蜜蜂对，可是蜜蜂是看到敌人来了，它就想要去攻击，想要跟它搏斗嘛。可是它明明就打不赢啊，它其实它只要躲在里面就好了。可是它就是一直出来，因为它这只虎头蜂的大颚很强，咬一下那蜜蜂就已经挂了。3只就可以咬暗斗篷哎。对，它主要是说它要把所有的蜜蜂看到的会飞的那一种，他如果把这些蜜蜂都打死了，他想要的是钻进去里面吃那个肥美的幼虫，他想要做的是吃到饱的概念。原来是这样，好可怕哦。所以像陈婷讲，係唔係要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其實台灣還算是，比如說像外地的外帶都有愛山那當狗，其實是蠻常遇到生活裡面的蜂，不管是什麼土蜂、泥蜂、虎頭蜂、一般小蜜蜂，其實各種都有可能遇到。係講堵到棚嘅時間，一般民眾應該會用板處理。其實大家如果遇到蜜蜂啦，覺得讓蜜蜂一開始一定是在你的頭部附近開始警戒你，它就在那邊飛嘛。对。可是大家的一個習慣動作就是這樣子撥。對。其實這個動作是錯誤的，因為你一撥，蜜蜂也會覺得你快大嗌。怎麼辦？反射動作。對，這是反射動作，蜜蜂會覺得你要攻擊它，那它就想辦法會攻擊你。其實原則上就是靜靜的不要動，或者是我常說跟它打太極，就是它繞你就跟着它繞，或者是你慢慢的漫步的走離現場。好，就原則上最重要就是不要有這個撥的動作。可是有時候你漫步的走離現場，它會快速的靠近你。對，你慢慢走，它還是會覺得，你其實沒有敵意，它也會離開。其實還有一個比較重要，就是說，如果真的被叮的時候，比如我們先講一般的蜜蜂，因為這種一般蜜蜂叮了會留針，針會留在身上，對，千萬不要用手去把它拔起來，用指甲挑。因為它的毒囊還是會留在上面，結果你去拔的時候，你只是把毒囊裡面的毒再擠進去你的身體裡面，所以你要用挑的，用指甲反挑，把它摳出來的感覺嗎？對，推出來。對，不要用拔，因為拔這個動作大家就是想要去捏嘛，一捏，這毒液就灌進去了。所以其實要用指甲這樣子挑。因為其實大家因為每個人的體質不一樣，有些人會對蜂毒會有急性過敏，因為我不敢保證每一個人都會安然無事。對，所以還是會注意，即便是小蜜蜂也是要留意一下。故說哇，大家啲嘢好有好味哦，根本已經學到咁多東西，唔但想有了解到人員來捧糖，用慢來生，用慢來托以外，還了解到當道對捧嘅嘅知識咯。根本已經希望春婷哥來到節目當中分享，謝謝。謝謝大家。沒什麼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嘅舒康休息一下，等下聽聽先生向下來做運動哦。節目好看冇啊？好看福氣來嘅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記得留影片分享出去，還個到福氣來嘅面書傾讚，還個訂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還個影片啊，記得分享出去哦。